破读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27集131条。抗议的人擲一跤鞋仔过来，去予警察用手架开。就是抗议的人呢，又丢一只鞋子过来，然后被警察用手把它挡开。好，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隔，隔壁的隔；第二嘛是读作隔；第三字读作挂或者是过才对啦，应该是过；第四字读作隔，草鸡的隔，132条。较早无赖打，要食薰的时，拢爱khiat huan-á-hué，就是要敲击火柴点火啦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读作khiat，日khiat的khiat；第二字读作khiat；第三字读作khiat；第四字嘛是读作khiat。好，133条。阿贤的老爸知影伊偷提物件了后，气甲甲伊割Tshuì-phué。阿贤老爸知道他小孩子偷东西之后，就非常生气，就把他那个巴耳光就对了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善，善动的善；第二字kuat；第三字善，扇嘴巴的扇第四字读作噻。134条。Tshuì-phué甲伊轰落去，就是赏他一个巴掌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轰，轰炸的轰；第二读作轰；第三字读作轰；第四字读作好，好水的好，还是好斗的好。135条。伊对面桶咧好水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摕，还是读作摕；第二字读作好；第三字读作拍；第四字读作合。好，多谢各位收听。